傳承係文化嘅靈魂，創新係文化嘅生命力。作為培育未來教育工作者嘅老師，我喺教學上邊注重創新，亦都兼顧文化傳承。呢個係我嘅教學理念，亦都係我作為老師呢一代嘅時代責任。我喺實踐呢個理念嘅過程入邊，運用咗 SMILE 教學方式嘅部分元素，令到學生嘅學習體驗更加豐富、更加全面。所以喺教學上，我主張多元化學習體驗。我鼓勵學生走出課室，了解社會需要，亦都激發同學思考，將學科嘅知識、技能應用喺跨學科、社會等等唔同嘅層面。我鼓勵同學參與嚟自唔同範疇嘅活動同埋計劃，又邀請唔同界別嘅嘉賓嚟同學生分享，亦都邀請校友返嚟學校同學生分享學習心得同埋工作經驗。我提供延伸學習資源，等學生喺課堂以外或者係讀完課程之後持續參與同埋學習，再加上提供實踐機會，令到學生可以學以致用。呢啲以互動同埋體驗為主嘅多元化活動，亦都可以做到教學雙獎嘅效果。另外喺教材上邊，我製作唔同媒介嘅教材，亦都會結合社會上唔同界別嘅專業，去照顧學生學習需要同埋拓寬學生嘅視野。例如我同出版界合作創作圖畫書，製作兒歌動畫影片。喺教材嘅印製工藝上邊，我加入咗眼、耳、口、鼻、觸覺嘅元素，去照顧唔同感官型嘅學習者。我同科技界嘅虛擬實境公司合作，將 VR 融入課堂，同學生一齊建構 VR 嘅教材，亦都發掘咗創新嘅可能。通過 IT 結合評估，學生喺 VR 教材同埋 Virtual Tours 入邊作答題目，就可以評估學生嘅學習進度。學生又曾經創作中國歷史桌遊、非華語學語文大富翁，喺傳統之中加入創意，讓到學習者可以愉快學習。透過呢啲創新媒介，令到學生得到更多啟發。我會喺教學入邊透過唔同嘅方法，提升學生正向心理，培養佢哋嘅同理心，令到佢哋嘅心靈有所成長。我記得有一次我任教圖畫書研究與鑑賞呢一科，當時我嘅學生已經學識咗一啲鑑賞嘅方法。我哋一齊睇離別主題，跟爺爺說再見呢本書，大半班嘅同學都聲淚俱下。放學之後，佢哋仲主動嚟同我借其他書去睇。佢哋喺課堂入邊經歷咗情感共鳴，鑑賞文學作品需要去感受、去體驗，令到心靈獲得成長。好多謝學院一直俾我嘅肯定。所謂教學雙獎，教得越多，學科俾我嘅樂趣就越大。我會發掘文化、藝術、心理同埋教學法唔同範疇之間配搭嘅可能性，繼續豐富文學、文化同埋歷史嘅教學。而我追求創新嘅思維，希望可以影響學生發掘更加多教學嘅可能性，將傳統中華文化同埋精神繼續承傳、發揚光大。